喲，歡迎各位嚟到最新一集文傑講波經嗱，今集就想同各位探討一下咧，關於呢個般奴費南迪斯之攞獎啊嚇，媒體啲 Athletic 都幾大膽嘅嗱，佢哋大膽之餘咧就係話，如果今屆喺呢個獎項啦，有其中一個選項就係話邊個都唔值得攞獎嘅話咧，即係佢哋寧願係揀呢個嘅啊。即係咁樣，唔係話般奴唔好啊！嗱，般奴攞嗰個獎咧就係 FWA 咧，由英國足球記者啦共同大家互相投票所產生出嚟嘅。嗱咁，但係講到呢個認受性同埋公信力啦，由職業球員所投票產生出嚟嘅呢個 PFA 啦，英格蘭職業球員協會嘅年度最佳獎項咧，嗱、這、呢個獎咧就比較稱先少少嘅今時今日嚇。不過 FWA 嗰邊嗰個獎項咧就屬於歷史比較悠久啲啦。咁過去攞過獎嘅有亨利啦。有斯朗拿度啦，有沙拿啦，再早兩三代嘅球迷先至會記得嘅，例如話史丹尼馬菲士、湯芬尼同埋卜比摩亞等等。嗱，媒體 The Athletic 啦咁大膽啦，話般奴係即係佢哋認同佢係最佳嘅，但係其實佢哋亦都覺得般奴攞呢個最佳獎項咧係咪有啲姍姍來遲咧？因為解釋得到啦，嗱，般奴自從2020年1月份加盟以嚟啦，咁曼聯其實嗰個時期一路都動盪到由卡域克接手啦，你可以咁講啦。咁譬如斯朗拿度嘅回歸啦，咁佢之影響隊入邊嘅士氣啦，亦都以佢為核心噶嘛，你要嘛。有另外一方面去睇啦，艾摩廉嘅上任執教啦，咁就導致到一件事情咧，就係喺嗰個般奴個用法擺位嗰度咧，始終都唔能夠發揮個最佳嘅水平。嗱，但係嗰個時間咧，大家有即係譬如近呢年齡啦，聽我講曼聯咧，其實我一直對般奴嗰個嘅能力上面嘅發揮咧係好加許認同嘅。我甚至乎覺得佢就係串連住擔帶起成隊球隊一個最重要嘅進攻上面嘅靈魂人物嚟嘅。佢啲一腳嘅傳送咧係非常之出色嘅嚇，喺啲脾氣有陣時比較差啲，咁但係呢個球員又冇十全十美嘅。咁佢今屆攞呢個獎，我覺得係合情合理嘅。但係你話今屆係咪其實只不過係其他人冇咁好，而導致到佢攞獎咧？嗱，媒體嘅 Athletic 亦都有咁講到嘅，佢話其實個2021球季啦，嗰個獎即係呢個獎應該已經要頒俾佢嘅啦，但係當時就俾咗佢嘅葡萄牙國家隊嘅隊友就魯賓迪亞斯啦。嗱，今個球季般奴費南迪斯咧最為人津津樂道嘅咧就係佢個助攻嘅數字表現啦。咁而卡斯美路咧就真係要叫翻佢一聲做大佬先得啦，因為咧通過啲死球嘅傳送啦嚇，或者其他各方面嘅傳送，卡斯美路得到般奴嘅助攻係有6次嘅。曼聯嘅隊友啦，把握得到呢啲嘅傳送機會而轉化成為入球啦，即係個把握力個效率咧係非常之高嘅。你如果再睇深一層嘅數據咧，般奴費南迪斯喺創造能力嗰個數字上面咧，嗱其實同對比以往咧又唔係話有個好大嘅差別嘅啫。嗱喺呢度要提一提大家嘅就係媒體 The Athletic 呢篇分析般奴費南迪斯嘅文章就嚟自於上個禮拜嘅週中嘅，不過經過啱啱展開嚟緊嘅呢個週末賽事咧，可能佢呢方面咧創制入球嘅總體數字又會係繼續升高都未定嘅。但係如果你要對比咧，20到21球季嗰屆佢真係好犀利㗎，一共有18個入波、12個助攻，咁啊總體咧係有30個嘅。咁而今屆暫時咧就係8個入球、19個助攻，加起上嚟咧仲要比當時係少3個嘅。嗱不過當屆啦，即係2021嗰屆咧，佢都有唔少12碼嘅入波嘅。咁所以媒體 The Athletic 個大體上面畫咗個界線去評論咧，就係話其實般奴費南迪斯就唔係比過往突出咗。相反都欣賞佢咧係不斷咁仍然能夠係保持水準嘅，咁但係其他人嗰個整體表現嘅水平咧就下滑咗嘅。嗱，譬如話卓基咁樣樣啦，喺對車路士嘅比賽助攻基爾嘅入波啦，又或者對住阿仙奴嗰個舞龍咁舞嘅入球啦，個表現相對出色啦。咁但係卓基又要講翻一件事情先，佢季初一段時間佢受過傷啦，咁去到2026年頭6場嘅比賽入邊咧，有5場波佢都坐後備嘅。就係咁啦，即係變咗佢成個球季咧，其實唔係話喺個正選位置嗰度咧，咁穩固地擔大嘅。咁當然啦，最近呢2個月就非常之出色啦嚇。咁但係始終咧，就目前嘅情況去睇咧，卓基喺曼城嘅出場時間咧，佔全隊球季嚟講咧，即係嗰個嘅比賽上陣時間咧係54% 嘅啫。咁呢個佔嘅百分比54% 咧，嗱其實就唔夠高嘅嚇。喺呢個門檻上邊似乎就攬唔過啦。咁關於夏蘭特咧，
一陣間會再講佢嘅，呢度稍稍壓後先。咁啊，講下亞仙奴嗰方面啦，迪勤懷斯啦，係嘛？尤其是你話上半季嘅跑動上邊嘅能力咁高超啦，去到最近期又將佢稍稍拖後翻呢個中場嘅角色咧，佢都表現好好嘅。不過咧，佢表現似乎咧。再對比之前嗰兩三個月咧，佢係有啲下滑嘅，有一段幾明顯，你覺得佢好攰嘅。咁加比爾嗰方面咧，媒體啲人咧就認為佢咧喺26年嘅年初似乎個水準有啲不穩嘅。大衛拉亞今屆有好多嘅神救嘅，亦都係創造咗啦，即係佢一個連續3屆嘅金手套獎項啦。咁啊，多場不失球嘅紀錄。不過倒翻轉頭咁樣睇咯喎，其實佢都有一啲嘅犯錯啊，就係咁啦。因為其他人個表現又唔夠好，或者叫唔夠穩定啦。咁般奴就喺 keep 住一個高水平嘅穩定情況底下咧，終於能夠攞得到呢個獎項嘅。咁我又覺得有啲苛刻嘅嚇，有陣時其實好似球隊個排名咁，咁每一屆。又點可能出現每一支所謂嘅熱門球隊，大家都表現好嘅？咁啊，梗有兩隊彈出嚟，亦都梗有兩隊今屆嘅表現稍稍差啲嘅。其實球員都係一樣嘅啫。咁當然啦，第二咧，跟住再深入啲去講嘅就係話，哦，因為今屆啲波啦，即係好依賴嗰個死球啦，或者係嗰個創造力就下降咗啦。咁佢哋認為咧，咁樣對個聯賽嗰個可觀性咧係有個拖累嘅表現嘅啊。不過都係一個球季啫，我諗呢啲係唔係真係正式嗰個水平滑落咗嘅？你一定要係一個長時間嘅觀察嘅。咁另外啦，沙拿上季咁好狀態，呢個就真係明顯跌咗好多嘅。高爾龐馬亦都係嘅。咁雖然 The Athletic 啦，最後都講翻費南迪斯能夠攞到呢個獎項咧係當之無愧嘅，但係一個人佢只不過係憑住佢維持自己一貫水準啫。係咪足夠能夠拎到呢個獎呢？咁似乎佢哋好介懷啊，The Athletic 好介懷，因為其他球員今屆個表現呢都有啲瑕疵，咁所以先至令到佢能夠係喺一個叫做比較得票率啦高啦，拋離其他對手嘅狀況底下，先至能夠攞得到呢個獎項啦。咁我相信佢哋唔係質疑般奴嘅，而係質疑今屆整體嗰個賽事或者球員個人表現嗰個嘅不足嚇。咁樣呢方面咯，好啦，咁頭先講到咧，夏蘭特會擺喺最後先至講，因為值得一講嘅就係佢其實啦嗱，呢個就去到上個禮拜週末嘅聯賽統計，即係唔計曼城喺對水晶宮嗰場波啦嚇，就係話夏蘭特啦，今屆能夠取得到啦，喺無論球會再加埋國際賽，即係國家隊入邊啦，射入咗50個波嘅嗱，無論喺任何嘅球季啦，有呢個嘅總體入球數字咧，都足夠攞最佳球員嘅獎項啦啩。但係偏偏夏蘭特咧就攞唔到嘅嗱。英倫嘅媒體對 Telegraph 咧就有個咁嘅分析，呢個見解佢哋圈咗，我圈咗佢呢一段出嚟，都即係值得大家去意味一下嘅，就係話短短唔到4年嘅時間入邊咧，似乎我哋已經對夏蘭特嗰個頂級嘅天賦咧，似乎有啲習以為常咯喎嚇，就忽略咗咧佢能夠完成咗呢個能夠取得入球啦呢一項咁艱巨嘅任務咧，我哋又覺得佢好似係應該嘅，好似係即係習慣晒係咁噶啦。對 Telegraph 亦都好公道指出嘅，呢個入球數字如果係由 C 朗拿度同埋美斯產生嘅話，哇！你可想而知佢哋即係點會係冇獎啊，或者係連提名都冇嘅話，任何一方面都係唔能夠接受嘅。但係嗰啲又係咁喎。但夏蘭特咧又冇呢一種嘅待遇嘅，呢個射球機器係因為咧佢側邊圍繞住過去啦，譬如話大衛斯華嗰個唔係大衛斯華嘅年代啦，奇雲迪布尼啦有呢啲支撐啦，又或者而家啦你都有班拿度斯華、洛迪等人啦，咁就令到大家對於佢嗰個錯覺咧，就係你根本上你喺曼城作為一部射球機器係理所當然。係能夠爭取到一個好高嘅入球率嘅喎。嗱，咁夏蘭特咧對住賓福特咧上個禮拜嘅賽事咧射入2-0嗰個波啦，咁啊嚟自佢英超第26個嘅入波啦。咁基本上咧，目前喺英超次席嘅神射手呢個伊哥泰亞高啦，應該就冇得追啊，應該追唔到夏蘭特嘅，即係除非嗰個突然間入幾球嘅啫。嗱，但係夏蘭特今屆咧其實都有佢嘅難處喺度嘅，呢個唔着數就嚟自於咧佢個出勤率太過高啦。嗱，咁啊佢哋有個比喻嘅就引用咗哥迪奧拿嗰番嘅説話啦，話哥迪奧拿就 check 個單俾你咧，即係巴黎聖日耳門嗰位啦，就唔夠1000分鐘嘅，即係聯賽上陣個時間，但係夏蘭特咧就比佢個上陣時間足足踢得多咗成2000分鐘。
咁呢個係個好大嘅落差嚇，咁冇辦法㗎啦，即係呢啲人哋個聯賽環境或者佢又有受傷咧，單比利啦嚇，咁呢個夏蘭特你今屆 keep 得咁好啦，即係嗰邊如果唔受傷嘅個時間又冇可能咁少嘅，咁亦都係夏蘭特要盡用嘅，因為嘅原因就係馬莫殊亦都要踢非洲國家杯啦，咁嗰段時間。咁你夏蘭特點樣都要頂住嘅。咁或者我自己個人喺度總結一下關於夏蘭特咧，即係點解即係今屆咁樣嘅狀況，大家都貼鑊嘅，佢又似乎喺呢個嘅獎項上邊又唔能夠躋身去起碼前三甲嘅位置啊。因為我覺得大體上面始終無論係有冇迪布尼嘅年代，曼城始終都係一支咧創造機會係比較多嘅球隊嚟嘅。咁呢個的而且確嗱，頭先講翻。你話嗰個錯覺上面，大家習慣咗佢應該要入波多咧，呢個都係無可避免嘅。佢其實越嚟越個踢法咧，亦都全面咗好多啦，即係回後策應做波啊，輸送俾隊友啊，甚至乎佢嗰個頭槌嘅威力啊，亦我覺得都係進步咗。嗱，呢個頭槌嘅威力唔係話嗰個頭槌嘅入波數字啊，嚇，佢唔係嘅最多㗎，其實今屆都嚇。嗱，不過咁有個關鍵點啦，如果引用翻頭先 The Athletic 所講嘅嗰個講法啦，即係佢哋批評啊懷斯啊。可能係卓基啊、班拿杜斯華啊、加比爾啊、大衛拉亞等等啦，即係唔係話佢哋今屆唔好，但係又總會有啲時間咧表現冇咁好咁樣嚇。嗱，如果從呢個方向去睇咧，夏蘭特就無可避免地係更加會遭受到挑剔啦，因為咧佢總有段時間個狀態好低迷嘅。我哋都唔好計佢大賽係唔係一定會冇波入。嗱，事實上，夏蘭特咧喺呢個聖誕節之後咧，以至去到3月底國際賽週期之前咧，如果單計英超咧，佢只係能夠爭取到4個入波嘅啫。咁你呢度係橫跨成3個月嘅時間嘅。咁不過啊，就算計埋歐冠嘅入波咧，佢都係入多2個啫，即係得6個波。咁呢一段時間可以話係夏蘭特咧比較低迷嘅時段。咁你冇辦法，你搏咗個上半季，又要咁依賴佢。我覺得今屆依賴夏蘭特咧，係佢加盟以嚟咧，即係最深重嘅一屆嚟嘅。咁佢搏到下半季，佢咁即係孭住個磅咁重啊，係嘛先？佢跑咁耐，咁佢都會攰噶嘛。呢個狀態下滑亦都係必然，但係佢必然得嚟咧，佢真係沉得好緊要嘅，係可以啊，存在感好似唔高嘅添。嗱，咁呢一個亦都係影響得到佢啦。喺呢啲獎項上面嘅榮譽啦，當然對夏蘭特嚟講，佢未必真係會咁介意嘅呢一樣嘢。嗱，目前球季仲有2場聯賽啊，曼城啊，夏蘭特嗰個總體上陣嘅時間係2868分鐘嘅，對比過去2741分鐘啊，前一屆嘅2556分鐘啊，同埋佢第一屆加盟嘅2776分鐘咧。咁佢今屆嘅上陣時間都係多啲嘅，而今屆咧非12碼嘅入球咧，夏蘭特係有23個嘅，咁啊上一屆係19個啦，前一季係20個嘅，咁再第一個球季加盟咧就係29個波嘅。好啦，數字唔讀太多啦，咁總而言之咧就係、其實上一屆都係嘅，今屆都係嘅。佢一段時間沉咧，佢唔係話1-2場嘅，佢可能係成個月嘅，其實都唔怪得，好似曼聯嘅名宿堅尼曾經批評過佢啦，話佢連英乙嘅球員都不如啦。當然呢啲批評係好過分嘅嚇，但係即係你無可否認，反映得出佢一段時間嗰個低沉咧，係都幾得人驚嘅。咁呢個唔係一屆發生，係2屆都發生緊嘅。咁但係總體成個球季落去加埋咧，佢個入球數字又好可觀。我哋估計夏蘭特每一個球季都會遇上一個低沉嘅時間性嘅嚇。咁曼城亦都冇另外一個同佢接近份量嘅前鋒啦，可以大家作一個輪換啦。即係有嗰個都未必肯同你做後備啦，即係好慘啊！嗱，唯有一件事情嘅啫，即係除非佢往後嘅入波數字咧，每一屆都去到個天文數字嘅，入50個啊嚇，50個單計係聯賽啦，咁樣喎，咁呢個獎項你就攞硬都得啦。咁否則咧，你入到20零個波、30個波咧，都未必會俾得到你。又或者夏蘭特可以開發一下啦，睇下有冇啲技術嘅改良改進啦，可以令到自己喺助攻嗰方面嘅數字都能夠提升得到。好啦，大體上就講咁多啦。呢啲嘅題材啦，開出嚟其實都係想大家去多啲去討論一下嘅啫。今集嘅節目時間就嚟到呢一度。